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財經大排檔。今年9月15號，內地一套新嘅出入境規定正式生效，當中有啲情況，一個中國公民可以被決定唔准出境，而有一個位同香港直接有關，由內地去香港，法律上本身都屬於出境。咁香港點解要理？因為今年上半年，香港每100個訪港旅客入面，差唔多77個都係內地客，即係內地人流只要喐少少，放落香港呢個基數，已經可以係幾十萬人次。2025年全年，香港大約有3783萬內地訪客人次，純粹做一條壓力測試。注意，呢個唔係預測19條嘅效果。如果人流少1%，已經係接近38萬人次，2%，大約76萬5%，就接近189萬人次。但係呢條例會唔會真係令香港少咗人？答案係目前未有公開數據可以量化。今集我哋會講嘅唔係逐條解釋19條，而係邊類人可能受到影響，同埋呢批人對香港有幾重要，先用最快方法講清楚個新規。所謂19條，只係成份新規總共有19條條文，涉及中國公民不准出境嘅情況，包括非法出入境受到行政拘留、境外違法犯罪而危害國家安全同利益，以及違反出口管制、技術進出口等相關規定，而可能危害產業或者技術安全等情況。但呢度有一點要講清楚，新規係按一個人涉及咩情況、做過咩行為去決定，唔係按職業分類，即係唔係話工程師、科技人員、企業管理層本身就特別容易被限制出境。咁普通內地旅客呢，目前公布嘅規定未見要求所有普通旅客去香港要多一個申報，或者多一套普遍審批，所以唔係話9月15號一到，所有內地人突然都攔咗嚟香港。對大部分普通自由行、探親或者一般旅客嚟講，表面上未必會即刻見到明顯變化，而且去香港都算出境呢件事，亦唔係9月15號先開始，早喺2013年，相關法律已經將由中國內地去香港視為出境。所以真正嘅意思係，如果一個人依法已經被決定不准出境，香港一樣唔會例外。咁到底會有幾多人受影響？呢條先係成件事最關鍵，但亦係目前最缺嘅一條數。官方目前未公布相關總人數，亦未有9月15號之後嘅影響預測，所以現階段未能量化實際涉及幾多人，亦要等新規真正運作一段時間先知道實際規模，而呢個數字先真正決定香港會受幾大影響。如果最後只係非常少數特定人士，而普通旅客照常嚟香港，即使香港接近80%旅客來自內地，實際經濟影響都可能比大家第一眼想象細好多。頭先38萬人次嗰條數，只係俾大家知道香港個內地人流基數有幾大。仲有一樣要留意，頭先講嘅3000幾萬、38萬、76萬，全部都係人次，唔係獨立人數。同一個人一年嚟香港10次，就會計10個人次。所以如果最後受到影響嘅，啱啱係一批本身頻繁往返香港嘅人，即使實際涉及嘅人數唔算好多，反映落訪港人次上，影響都可能被放大。所以可以出現一個幾反常識嘅情況，假設真正受到影響嘅只係1萬個人，但呢1萬個人本身一年平均嚟香港10次，反映落訪港數字已經係10萬人次。相反，就算有10萬個人受到影響，但佢哋本身幾乎從來唔嚟香港，對香港訪客數字可能反而冇乜感覺。所以受影響人數同香港最後少咗幾多人次本身係兩條唔同嘅數。但就算知道少咗幾多人，其實都未夠，因為少咗邊啲人都好重要。一個一年嚟香港一次即日來回嘅旅客，同一個本身經常嚟香港見客、開會、做生意、處理公司業務嘅人，對香港帶來嘅經濟影響未必一樣。因為一個人少嚟香港一次，背後唔一定只係食少一餐飯、搭少一程車，有啲行程後面可能仲連住酒店、會議、專業服務、展覽，甚至一單生意。所以有一個位好容易睇錯，人流跌1%，唔代表經濟影響都一定只係1%。
香港真正要計嘅唔止係人頭，仲有每一次跨境背後帶住幾多經濟活動。即係話人流跌1%本身只係一條人流數字，佢唔代表零售、酒店或者商務活動亦一定跌1%。如果少咗嘅主要係偶爾先嚟一次，消費比較少嘅旅客，經濟影響可能細過人流跌幅。但如果少咗嘅係本身頻繁往返，每次行程都帶住更多經濟活動嘅人，經濟影響亦可能大過人流跌幅。所以頭先嗰個1%即係壓力測試嘅起點，唔係最後答案。而香港其中一個重要角色就係做內地同國際市場之間嘅接駁位。有人嚟香港見投資者，有人參加展覽傾生意融資，亦有人利用香港連接海外客戶同合作伙伴。講到尾，呢啲活動都有一個最基本條件，都要人過到嚟先得。所以真正要睇嘅唔止係少幾多人，仲要睇少咗嘅係邊啲人。另外一個行業9月15號之後會有直接變化，佢哋就係出境入境中介。新規要求相關中介登記備案，新公司成立後15日內要辦，本身已經做緊嘅就有90日過渡期補辦。所以香港做留學、移民、簽證、境外就業等服務嘅公司，如果要喺內地提供相關服務，要留意嘅未必係突然冇客，而係之後點樣合規做內地生意。仲有一樣一定要分清楚，今次主要講嘅係人點樣出境，唔係錢點樣出境。所以唔可以因為有人可能被限制出境，就直接推論北水冇咗，內地資金唔可以落香港，或者香港金融市場突然斷水，呢啲係另一套問題。人流同資金流最後可能互相影響，但唔可以將兩件事直接畫成等號。另外仲有一樣，而家未有數據可以判斷，就係新規實施之後冇受到限制嘅人，跨境習慣會唔會有變？例如一啲非必要行程會唔會延後或者減少？目前未有答案，所以呢個只係9月15號之後值得再觀察嘅一個變化。所以翻到最初嗰條問題，9月15號之後香港會點？真正要睇嘅其實得兩樣。第一，內地訪港人流有冇明顯變化？第二，如果真係有變少咗嘅，究竟係邊一批人？如果普通旅客同跨境活動都冇乜變，咁今次新規對香港嘅實際經濟影響可能比大家第一眼想象細好多。但就算總旅客數字冇大跌，如果少咗嘅係一批本身經常嚟香港做生意、做專業服務、參加展覽、融資或者進行跨境合作嘅人，影響就未必可以單靠旅客總數睇得出。所以對香港經濟嚟講，真正重要嘅唔止係有幾多人過境，仲有過境嘅係邊啲人。今日嘅內容就去到呢度。如果想睇我哋嘅其他影片，可以留意屏幕上嘅推介，記得訂閱呢條頻道、讚好同轉發呢條影片。呢度係財經大排檔，我哋下次再見。